致所有科學家陳 Sir 嘅粉絲同埋客戶。陳 Sir 喺呢度非常之感激同埋興奮嘅心情向大家宣佈，我哋公司喺美國嘅納斯達克嘅上市申請已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批准，目前正在處於呢個 IPO 嘅階段。藉住呢一個咁值得歡慶嘅日子啊，陳 Sir 喺呢度宣佈，有6月16號至到8月15號呢2個月期間啊，所有嘅舊有嘅客戶喺過去20年以嚟一路支持住陳 Sir 同科學家嘅舊客啊，都可以喺呢個階段裏面享受到全單7折員工價級別嘅大優惠。咁啊，貨量就有限，售完就即止嘅，所以任何嘅舊客粉絲，如果仲有其他任何健康問題係需要想盡快處理嘅話呢，可以盡快聯絡陳 Sir 嘅團隊，重新了解你新嘅健康問題，再配給你新嘅一啲健康嘅組合，以答謝過去20年嚟對我哋完全信任同支持嘅所有舊客同埋粉絲嘅。多謝大家。